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好吧》。今日呢，民族来教大家做了个客家的经典哦，就是咸猪肉。可是，一般呢，我们买到都是已经现成腌好的咸猪肉，都带一个咸猪肉，安用的卤嘞。来，下去问民族来教，太起咖了。这边呢，准备就是五花肉。那我们的腌料部分呢，有肉桂、丁香、五香粉、白胡椒、黑胡椒跟一点点酱油。既然名为咸猪肉啊，它一定要非常的入味。但是重点就是加下去之后，你每加一样，就是要把它，你看。massage 一下，按摩按摩，加一点点米酒，除掉一点点的腥味，再加一点酱油，让它上色。这个 massage 的过程很重要哦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简易版的这个客家咸猪肉呢，大概让它静置了一下，待会呢，我们就要进烤箱喽。烤箱呢，也是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词，就是烤熊。烤熊，好，我们就把它放进到我们的烤熊梯度，让它慢慢的等待喽。好，这一道客家咸猪肉呢，我们等待了那么久的时间，终于把它完成了。现在请我们试吃员来给我们品尝看看喽，还 OK 吗？真的，我要请你们跟我们一起来教观众朋友讲一句客家话：咸猪肉可以长时间保存。这句客家话讲法就是咸猪肉做得冰冻久，咸猪肉。做得冰冻久，冰冻久，冰冻久，冰，对，好厉害，咸猪肉做冰冻久哦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其实这个客家咸猪肉，它有名程度就像是原住民的山猪肉一样，真的是很经典的料理，想到就让你垂涎三尺了。当然喽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菜色，也要复习新的词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咸猪肉，咸猪肉。咸猪肉，而且呢，咸猪肉要经过烤箱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二个，我们来学这一个词，就是烤箱、烤熊、烤熊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咸猪肉可以长时间保存，咸猪肉做得冰冻久，咸猪肉做得冰冻久。咸猪肉真的可以长时间保存呢，它可以放1整年的时间，随时拿来做料理都很下饭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